Hello，我哋係 Time Spa，今年過年唔放假，照常營業，歡迎大家嚟光臨。咁點去呢一間 SPA 店呢？我哋喺呢個國貿站嘅 E 出口，出咗出口之後向後行。咁我哋行去呢一個國際嘅商業大廈嘅東座，搭電梯上呢一個18樓106室，就見到呢一間 Thai Spa 噶啦。咁你入到去呢，見到嗰個環境呢，好舒適嘅嚇，日式加泰式嘅裝修啦。咁地方好整潔，好乾淨。你入到去，跟住會倒杯茶水啊，同埋啲餅乾俾你食嘅。咁咧就會俾拖鞋你，即係拖鞋你面前咧會消毒嘅。咁我覺得係好舒服嚇。咁覺得呢一間店鋪咧係好細心嚇。咁等阿琪琪店長咧介紹下呢度嘅收費同埋服務。先生這邊可以看一下我們家的價目表哦，有一些精油的、中式的呀、泰式的都是有的。其實我們家做的比較好的項目呢，像這個第5，像這個全身推油帶一個古法拉伸90分鐘的258，在我們家下單率是非常高的。這個項目呢，給你全身推完油之後，再做一個全身的古法拉伸，全身可以得到一個非常好的舒緩的。技師的手法也是非常好的。我們家技師呢，主要都是20多歲的，很年輕的。我們家做項目呢，它都是免小費、免充值的，沒有任何的套路。做項目之前會給您贈送一個中藥浴泡腳，中藥浴泡腳呢有着非常好的祛濕排寒的效果的。泡腳的時間是不計入按摩的這個90分鐘以內的喲。首先呢，佢哋要同你隻拖鞋咧清潔咗，咁先俾你着嘅。咁你見到呢啲房間呢係好整潔。咁有啲小食啊，同埋啲茶點俾大家喺度食噶，或者坐喺度唞下先啦。咁佢會介紹一啲呢度嘅收費俾大家嘅。咁見到呢啲裝修呢，好似日式啊加泰式咁嚇。咁啲房間啲床啊，都係用一次性嘅毛巾嘅，你見到咧真係好細心，好貼心。咁按摩之前呢，佢會先會同你泡下腳先嘅。咁佢話呢個係唔計落去嗰個鐘數入邊嘅，咁就變咗係送咗泡腳俾你啦。咁會同咧，仲會同啲鹽咧同你捽下腳咁嘅嚇。咁真係好細心嘅。按完出嚟咧，已經見到咧有個糖水，就係呢個鱈魚燉紅棗，同埋啲小食啊、麵包啊咁俾大家嘅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隨時喺留言區話俾我知，我會盡力為大家解答。非常感謝你嘅支持，並且點讚同分享影片，咁樣有新影片嘅時候就能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